嚟到你講我哋福。今日咧我哋邀請咗司徒永富先生咧嚟幫我哋解答一啲信仰上面嘅問題嘅。咁跟住咧就想問司徒先生，基督徒咧應唔應該追求財富咧？我諗咧就係財富本身咧都有佢能夠去服侍人啦，完成一啲善功咧，起碼有個工具意義。咁所以財富咧唔係罪惡嚟嘅。如果我哋話追求財富咧，我自己認為咧，好似追女仔咁樣，佢自然咧有可愛嘅地方咧，都唔係罪惡，甚至可以嘅。不過咧好明顯咧，聖經教導我哋面對財富咧有幾個嘅原則啦。第一個就肯定唔係貪財先，因為貪財咧先至係一個萬惡嘅禍根啦。而且咧亦都因為咁樣咧會係不擇手段。如果咧我哋甚至睇得清楚財富咧，其實係唔係我哋擁有嘅，其實就係好似生命咁樣咧，都係屬於上帝。咁所以喺耶穌嘅講論裏面有管家啦，點樣管理財富啦。咁所以我哋其實係一個管家嘅角色。咁呢啲財富咧係要運用嘅，運用咧亦都係可以咧就係例如和氣生財啦，例如藉住生財咧嚟到去服侍其他有需要嘅人啦。甚至咧如果你係做一個企業咁樣，如果不妨咧可以做啲係施予啊、扶貧啊，咁你有先可以施予㗎嘛。咁所以咧聖經都教導我哋咧就係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啊。咁換句話講咧，如果你面對見到社會上邊有好多一啲貧窮嘅或者係有需要嘅群體咧，而家我哋企業咧都講咧社會責任啊，或者係對呢個地球上帝所創造嘅我哋盡力而為做一啲貢獻啊咁樣。咁換句話講咧，善用呢啲財富又管理好呢啲財富，又有一個好嘅心態嚟到咧讓上帝居首位。記得咧即係耶穌講到咧年青少年嘅官咧就係叫佢去分享啲財富，佢已經心裏作難啦。好明顯咧就係第一佢唔願意分享，第二咧就係佢將啲財富變成生命嘅第一位。咁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咯。咁我想問下點樣平衡？當我開咗門生意，咁我一開始我要好勤力嘅，我要花好多時間喺生意上邊。咁但係同時我又想返教會，又會想侍奉咁樣，點樣平衡兩者？真正嘅平衡咧應該係動態嘅。例如果你生命嘅階梯喺度創業啊，或者的確咧又有小朋友啱啱出世啊，咁你要照顧個家庭時間又多咗啊，咁所以你一定咧係會有一啲調節啦。如果與其講平衡咧，不如講共融咯。最好咧就係帶耶穌返工。咁當你帶耶穌返工嘅時候，都係一個侍奉榮耀上帝啦。上帝耶穌都喺我哋生活7日24小時，咁呢個都係一個侍奉咯。咁所以我哋又唔需要拘泥咧，究竟你個人咧係咪身處喺一個建築物嘅教會啊，抑或係一個工作間啦？只要你心中有上帝咧，上帝都祝福我哋。再次多謝司徒永富先生咧解答咗呢條問題啦。如果大家有更加多嘅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嘅。